主管，给你打的饭拿上来了。现在几点了？你想饿死我呀？我刚才在路上摔了一跤，不小心，所以是来慢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摔跤关我什么事啊？你重新给我打一份。主管，那你把饭钱给我，我去给你打。你要给我饭钱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让你给我打饭，是我看得起你。主管，前几次你的饭钱你都没给我呀。想不想干？不想让我滚蛋！不是干什么呢啊？大老远就看见你在打人啊！那新员工来是吧？给你打饭，你不给钱则已啊！你还打人，你什么品行啊？我什么品行？一个新来的员工，我让他给我打饭，他还跟我要钱，你说他打该不该打呀？还找我打？我告诉你啊，新员工来到这个地方啊，不是来听你们使唤的，更不是来伺候你的啊！你不关爱他们则已，你还打人！我告诉你，我看了一下啊，今天你这个主管你是做了头了啊！赶紧去财务那边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严总，我跟了你4、5年，鞍前马后的，你竟然为了一个新员工，你想开除我？我不服！不服是吧？那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你们支持我开除这种嚣张又跋扈的经理吗？如果支持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。谢谢大家了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赶紧给我滚蛋！走就走。